男人虽然没有任何超能力，但只要听到他的名字，其他异能者就会被吓得原地立正。Tech fucking Knight is on campus. If he finds out what you're doing, you're lucky you end up in prison. He fucks people up. 他拥有洞察一切的感官，多么细微的举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同时，他也是金牌栏目全部真相的主持人。因为金童自杀的事在网上持续发酵，所以沃特集团派他来利用节目掩盖真相。不过他对待工作也太不敬业了，明明是悲伤的话题，他竟能在录制节目时没忍住笑场了。看来令人恐惧的家伙在心理上都有些问题。而他通常解决麻烦的做法，便是混淆视听误导观众，找个替罪羊顶罪，牺牲一个人保住整船人。而校长并没有反对，只不过不准拿排名前5的学生开刀。不知泰克是挑逗还是陷阱，他利用观察开始揣测校长的身体情况。 Small bead of sweat on your brow, adrenaline seeping from your pores, and you're ovulating, by the way. 其实泰克根本没有采纳校长的建议，他一上来就将矛头指向了安德烈，通过微表情看出对方与凯特的亲密关系。毕竟金童死后，安德烈取代了他校园排名第1的位置，同时又俘获了大嫂的芳心，不排除金童活着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染。他一口咬定安德烈是贪图名利美色才害死了金童。听到这些，仿佛触碰到了安德烈的逆鳞，他骂泰克就是卑鄙的小人，责怪自己的父亲胆小懦弱，为了往上爬非逼他来参加这个破节目。 We'll find it in the edit. 没达成目的，泰克又把目光锁定在了玛丽的身上。金童死后，玛丽的排名一下跳到了第2，因为当时他是全力抗击金童的英雄。询问的过程中，泰克不断指出对方虚假表情的漏洞，一次又一次地敲打着玛丽的心理防线。最终，玛丽破防了，称学院为了牟利才将自己包装成了英雄。事实上，真正与金童对抗的人是乔丹，只不过因为他亚裔双性别的身份，才被集团掩盖了真相。此刻大家一片哗然，没想到还能有意外收获。 Jordan's the hero. Not me. 学生离开后，校长指责泰克为什么不听自己的话，偏要去碰前5名的学生，而他却临时改变了初衷，因为校长才是背锅的最佳人选。于是泰克亮出底牌，说前不久山姆从实验室逃走了，如果让集团得知校长的小命也是难保。此刻的校长才真正意识到对方的可怕。随后他约泰克钻小树林，泰克本以为将对方死死的拿捏，可以在这特殊的环境搞个户外啥的，哪曾想对方也同样掐住了他的7寸。视频中的泰克做出了人类难以理解的事，原来他的脑子里有块陨石，导致他对孔洞的物体非常迷恋，甚至到了无法自拔的境界。没办法，双方打平，泰克无功而返。但通过此事，校长意识到必须要尽快找回逃走的山姆才行。而如今在外的山姆就是一个十足的定时炸弹。